你有冇試過夜晚眼光瞓唔着，明明間房靜英英，但你個心突然之間沙一聲慌起上嚟，好似行樓梯突然踩空咗一級咁。你想捉住啲嘢，但乜都捉唔住。最慘係你連自己究竟驚緊啲乜都講唔出。你有冇諗過點解人會有呢種無端端嘅失控感？其實你靈魂深處係認得呢種感覺嘅，因為佢同死亡真正到嚟嗰一刻，意識同肉身硬生生抹嚟嘅感覺係一模一樣。好多人有一種錯覺，以為死就好似熄電視咁，啪一聲黑畫面，然後一切就歸於虛無。你以為係一瞬間嘅事，錯啦！喺東方最古老、最神秘嘅西藏生死書入面，講得明明白白，生命嘅終結從來都唔係1秒鐘嘅短電，而係一場足足為期49日嘅漫長旅程。而呢場旅程嘅第一站，就係一場活生生嘅對你肉身嘅拆解。你估醫學上講嘅心跳停咗，呼吸冇埋，就係完？唔係，嗰啲只係表面。喺你嘅意識深處，真正嘅大戲先啱啱開始。佛學講，我哋呢個人生係由地、水、火、風4大元素砌成嘅。當死神敲門，呢4大元素就會逐樣咁散開。呢個絕對唔係法師口中玄妙嘅廢話，而係到時你嘅意識會清清楚楚、真真切切感受到嘅極致體驗。每散一樣，都伴隨住你難以想象嘅衝擊。先講第一步，叫地大崩解。地代表身體嘅重量同實體。嗰一刻，你會突然覺得對手對腳好似俾人強行灌滿咗陰水咁。你想喐下隻手指，你想擘大眼，根本喐唔到。呢種沉重感會慢慢由手腳爬上個身，再上到個頭，就好似成座大山兜頭壓落嚟咁，壓到你連唞氣都覺得好吃力。有啲人行到呢一步係唔辛苦嘅。你記唔記得舊陣時喺街市賣香燭嘅蘭姨？佢成世人與世無爭，笑口常開。臨走嗰日，佢瞓喺屋企張舊木床度。佢嘅意識雖然感覺到個身好重，好似慢慢沉落啲軟綿綿嘅泥土入面咁，但佢個心冇慌。佢平靜咁接受呢種沉重，慢慢放開雙手，安詳咁走。但如果換做一個成世人都爭名奪利、執念極重嘅人呢？比如以前做生意好巴閉嘅張老闆，佢成世人喺商場上同人死過，算盡機關，臨走嗰陣瞓喺醫院。佢感受到嘅地大崩解就好恐怖。佢覺得自己俾巨石碾壓住，窒息到極點，腦入面全部都係以前點樣同人爭身家，點樣算計人嘅聲。佢越想掙扎起身，嗰座無形嘅大山就壓得越實，令佢成個意識陷入極度嘅焦躁同痛苦。地大完咗，即刻就到第二步，水大崩解。水代表你身體入面嘅血同水分。呢個時候沉重感冇咗，換嚟嘅係一股刺骨嘅寒意。呢陣寒係由你骨髓深處轉出嚟，順住啲血管蔓延全身。就算你瞓緊嗰間房開足暖氣，你都會覺得自己跌咗落萬年冰窟窿度。皮膚、骨頭、五臟六腑，甚至連個腦都好似結晒冰咁。有啲人喺呢個時候，腦海會閃過生前最溫暖嘅畫面，可能係細個阿媽攬住自己嘅感覺，又或者係冬天飲過嘅一碗熱湯。呢啲溫暖嘅記憶會成為黑暗入面唯一嘅微光。但更多嘅人係凍到係咁亂渣，喺恐懼入面拼命想捉住啲嘢嚟取暖，最後卻發現自己雙手空空，乜都帶唔走。凍完未算，緊接住嘅第三步係火大崩解。突然之間冰冷冇晒，變成好似火燒山咁嘅熱浪，就好似全身皮膚俾人點着咗火，五臟六腑擺喺個爐上面燒咁，連唞出嚟嘅氣都係滾燙嘅。呢一關最考驗你平時嘅心性。如果你平時動不動就鬧人、怨天尤人、滿肚怒火，呢陣着燒感就會極度強烈，因為你內心嘅烈氣同火大產生咗共鳴，燒得你痛不欲生。相反，如果你一生平和，對人好，呢陣火就好似冬天曬太陽咁，暖粒粒，過得舒舒服服。最後一步，亦都係最得人驚嘅風大崩解。風代表呼吸同氣流，當風大一散，你嘅意識就好似俾10號風球捲走咗咁，你完全控制唔到自己，四圍嘅畫面變得模糊，肉身所有嘅痛楚感覺一瞬間俾狂風撕碎。你唔知自己係邊個，唔知要去邊，好似一路青煙咁喺半空飄蕩，無依無靠。
當呢4樣嘢全部拆散晒，嗰種痛、凍、熱、暈會突然間全部消失，成個天地剩翻一片你從來未體驗過嘅極致嘅寂靜，靜到一點聲音都冇。就喺呢個平靜如水嘅虛空入面，突然之間會亮起一道光，呢道光比眼真個太陽仲要猛1萬倍，但一啲都唔殘眼，帶住好溫暖嘅力量照住你。佛學入面講，呢個就係你成世人距離解脫最近嘅1秒鐘，只要你認得佢，行埋去同佢融為一體，你就可以跳出輪迴，唔使再捱生老病死。但最可悲嘅係，世上9成9嘅人見到呢道光，第一反應唔係行埋去，而係嚇到掉頭就跑，情願一頭栽進恐怖嘅無底深淵。點解代表拯救嘅光會變成世人眼中最恐怖嘅怪獸？嚇走你嘅到底係嗰道光，定係你平時最放唔低嘅執念？其實答案好簡單，全因為我哋喺黑暗入面困得太耐啦。你可以幻想下，如果一個人由出世開始就被困喺一個伸手不見五指嘅黑洞入面，生活咗幾十年，突然有一日有人將佢拉出山洞，將佢掉喺正午12點嘅烈日之下，你覺得佢第一反應會係咩？會係擁抱陽光？唔會，佢一定係痛到大叫，嗱嗱臨合埋對眼，拼命想縮翻入去嗰個黑暗冚。但係佢最熟悉嘅山洞入面，對於啱啱經歷完4大元素崩解嘅意識嚟講，嗰度喺極致寂靜入面亮起嘅光，就係嗰個正午嘅烈日。而我哋肉身嘅種種慾望、貪念、牽掛，就係嗰個黑暗嘅山洞。喺佛學裏面，呢道光有一個專有名詞，叫無明光。其實佢根本唔係由外面照入嚟嘅神蹟，更加唔係咩外星力量。佛經講得好白，呢道光就係你自己，佢係你靈魂最本真、最虔誠嘅模樣，係你嘅自性之光。只不過我哋活喺呢個五光十色嘅世間，由出世嗰日起就被無數嘅塵埃遮蔽住。你想揾多啲錢，你想爬得高啲，你憎嗰個呃過你嘅人，你放唔低屋企人，呢啲卡親痴慢疑，就好似一層又一層厚厚嘅泥灰，將你原本發光嘅本性包到實一實。當死亡到臨，肉身拆解，嗰層包住你幾十年嘅泥灰突然間裂開剝落，你原本嘅光芒一下子毫無保留咁爆發出嚟。因為太虔誠、太純粹，反而令到習慣咗污濁嘅你覺得無比刺眼、無比恐懼。如果你能夠喺呢個時候保持心水清，一眼認出原來呢道光就係我就係呢道光。只要你個心生出呢一份相應嘅平靜，你嘅意識就會瞬間同無明光融為一體。喺一剎那之間，你就會跳出輪迴嘅遊戲，得到真正嘅大解脫。世間上的確有極少數人可以喺呢一刻捉得住機會，比如話有一位喺深山古寺裏面打咗大半生坐嘅老禪師，佢成世人冇積聚過咩財富，亦冇搞咩名利，佢每日做嘅事就係抹乾淨自己心入面嗰塊鏡。當佢臨走嗰陣，4大崩解完結，無明光一出，佢嘅意識冇一絲一毫嘅動搖。對佢嚟講，就好似見翻一個失散咗好耐嘅老朋友咁。佢微微一笑，平靜咁迎上去，瞬間相融，得證菩提。又或者係嗰啲帶住極度純潔內心離開嘅人，比如一啲天真爛漫、未受過世俗污染嘅細路仔，如果不幸早逝，因為佢哋嘅意識入面冇太多執念嘅遮蔽，反而好容易就認出無明光，毫無恐懼咁回歸神淨。但遺憾嘅係，對於我哋呢啲喺紅塵入面打滾咗幾十年嘅普通人嚟講，呢一刻往往係一場災難。就好似我哋身邊一個好普通嘅阿伯，叫添叔。添叔成世人勤做過地盤，揸過小巴，慳死慳命，就係為咗供大個女同埋供甩層樓。有一日佢行下街，突然心臟病發走咗。經歷完恐怖嘅崩解之後，添叔嘅意識漂浮喺虛空，佢見到嗰度無比耀眼嘅無明光。起初光裏面嗰種溫暖令佢覺得好舒服，佢下意識想飄過去，但係就喺佢想行埋去個1/1000秒，佢嘅意識深處突然浮起咗一絲念頭：死啦！我曾留下個月先供完，我個女仲未嫁人，我銀行嗰筆定期下個禮拜先到期，老婆唔知密碼點算。呢一絲掛念，呢一個放唔低，就好似一滴墨水滴落杯清水度，瞬間染黑咗佢嘅意識。
當執念一湧上嚟，添叔突然覺得眼前嗰度原本溫暖嘅光變得極度刺眼、極度恐怖，就好似要將佢僅有嘅記憶同自我意識全部燒毀咁。恐懼瞬間佔據咗佢所有嘅思緒，佢嘅第一反應係逃避，佢想縮翻入去嗰啲佢熟悉嘅堅怪入面。於是添叔攬轉頭，拼命向住光嘅反方向逃跑。就喺佢攬轉頭嗰一秒那，冇明光消失咗，天地再次陷入昏暗，添叔永遠錯失咗呢個原本可以瞬間解脫嘅黃金機會。其實嚇退添叔嘅從來都唔係嗰道光，而係佢自己內心深處嗰種對失去嘅恐懼。我哋成世人都習慣咗用我擁有咩嚟定義我係邊個。我係一層樓嘅業主，我係一個女嘅老豆，我係一筆錢嘅主人。當冇明光出現，要求你放低所有外在嘅標籤，回歸最純粹嘅虛無時，你個心會驚，你會覺得如果我乜都唔係，咁我仲存唔存在？為咗保住嗰個虛假嘅自我，無數人就咁放棄咗光明，轉身躍入萬丈深淵。當冇明光熄滅之後，中陰身嘅旅程就會正式踏入一個極度奇幻，亦都極度兇險嘅階段。佛學上稱之為法性中陰。呢個階段會維持足足14日。由呢一刻開始，你嘅意識已經完全甩開咗肉身嘅束縛，你唔會再覺得攰，唔會覺得肚餓，你甚至擁有一種類似神通嘅能力。你想去邊度，只要個心一諗，瞬間就可以穿牆過壁去到。你可以睇透生前親戚朋友個心諗緊乜，你聽到佢哋喊，你想拍下佢哋膊頭，但你隻手只會穿過佢哋嘅身體。呢種無所不能但又無能為力嘅感覺，會令中陰身嘅意識陷入一種極度敏碎、極度活躍嘅狀態，然後最震撼嘅大戲就會上演。喺呢14日入面，你嘅眼前會出現無數不可思議嘅景象，有時好到極致，有時又恐怖到令人膽寒。你以為攬轉頭逃避咗嗰道光就可以揾翻平靜？錯啦！當你一跌入法性中陰，你會發現四圍嘅虛空開始扭曲，漫天嘅彩虹光芒會灑落嚟。光芒入面，你會見到無數莊嚴慈悲嘅神靈，有啲揸住蓮花，有啲對住你微笑，但轉個頭，虛空又會裂開，噴出熊熊烈火，無數面目猙獰、滿口獠牙嘅怪獸會喺火海入面衝出嚟，揮舞住兵器要將你撕碎。面對住滿天神佛同惡魔，你一定會覺得自己好渺小。你想揾神仙打救，或者想逃避怪獸嘅追殺，但如果我同你講，你見到嘅佛同埋你見到嘅魔，其實由頭到尾都根本唔存在呢？當你錯過咗冇明光，正式跌入呢個為期14日，佛學上稱之為法性中陰嘅奇幻階段，好多人都以為死後終於有神仙接引，又或者有閻羅王審判，但其實西藏生死書將呢個千古流傳拆解得好透徹。喺呢14日入面，你所經歷嘅滿天神佛同恐怖妖魔，根本就係一場你冇辦法醒得翻過嚟嘅清醒夢，因為你已經冇咗肉身呢個殼，你嘅意識再冇任何物理上嘅束縛，感官敏銳度會放大無限倍。喺呢個時候，你潛意識入面壓抑住嘅所有善惡、情緒、執念，全部都會具物化、立體化咁喺你眼前投射出嚟。有時你會見到虛空之中突然灑落漫天嘅彩虹光芒，喺嗰啲柔和斑連嘅光影裏面，會出現無數莊嚴無比嘅神靈。佢哋有啲對住你微笑，有啲用好溫柔嘅聲音呼喚你過嚟啦，翻嚟本真嘅地方。就好似舊陣時喺屋村開士多嘅彩姨咁，彩姨成世人冇發過大財，但佢心腸極好。平時街坊爭落3、5、7蚊唔夠散紙，佢由得人見到坑渠邊有隻流浪貓，佢都會特登開罐頭去餵，連一隻毛嘢佢都唔捨得踩死。當彩姨錯過冇明光，跌入法性中陰之後，佢眼前最先出現嘅就係呢啲漫天嘅佛光。佢見到觀音菩薩企喺蓮花上面，向佢溫柔招手。呢啲其實唔係外來嘅神仙，而係彩兒自己內心嗰份善良、慈悲同包容喺中陰境界裏面化現出嚟嘅景象。彩兒覺得好溫暖，佢下意識想飄過去，但係就喺佢準備迎向菩薩嗰一刻，佢個心突然赤痛咗一下。佢諗起遠在外地做嘢，仲未成家立室嘅細仔，佢諗我走咗，邊個煲湯俾佢飲？佢返到屋企見唔到阿媽，會唔會好傷心？就係呢一絲對親情嘅執念，就好似一陣黑風咁，
瞬間吹過佢嘅意識，執念一起，佛光即刻變得模糊，菩薩嘅影像亦都慢慢消散。彩兒因為放唔低，錯過咗接引。而另一邊廂，如果你生前係一個滿肚怨氣嘅人，你遇到嘅清醒夢就完全係另一幅景象，就好似以前喺街市賣海鮮，出晒名燥底嘅發叔。發叔性格火爆，下下同人死過，少少事就可以攞把刀出嚟同行家劈過，滿口粗言穢語，個心入面全部都係對世界嘅不滿同憎恨。當發叔進入法性中陰，佢眼前根本冇彩虹，亦冇菩薩，佢見到嘅係成個天突然裂開，紅紅嘅烈火由裂縫度噴出嚟，將成個虛空染到血咁紅。跟住無數生到青面獠牙、身形巨大嘅怪獸喺火海入面衝出嚟，呢啲怪獸發出震耳欲聾嘅咆哮，揮舞住利器，張開血盆大口向住佢撲過嚟，好似要將佢撕成碎片咁。發叔嚇到三魂唔見七魄，轉身就跑。佢拼命想匿埋，但佢發覺無論佢跑到邊，眼前都係火海，身後都係怪獸。最恐怖嘅係，佢越驚，啲怪獸就越大隻；佢越嬲，啲火就燒得越猛。發叔根本唔知道，追殺緊佢嘅從來都唔係咩地獄惡鬼，嗰啲怪獸正正就係佢成世人積聚落嚟嘅憤怒、戾氣、嫉妒同怨恨。佢一直走避緊嘅，其實係佢自己。呢個就係法性中陰最核心嘅秘密。你心中有慈悲，你就會見到神聖莊嚴；你心中有暴力，你就會見到修羅地劫。你所恐懼嘅一切，你所貪戀嘅一切，全部都係你自己嘅影子。佛學教我哋，如果喺呢14日裏面，當怪獸撲埋嚟嗰陣，你能突然之間醒覺，保持內心平靜，同自己講一聲，呢啲全部都係幻象，係我自心嘅投射，我唔需要驚。只要你唔俾恐懼嚇退，唔俾美好誘惑，守得住個心，啲怪獸同烈火就會瞬間消失。你依然可以喺呢一刻認出自性，獲得解脫。但試問，有幾多個凡人可以喺烈火焚身、怪獸蒙面嘅時候，仲可以冷靜到話俾自己聽呢啲係假嘅？我哋早就被情緒同業力牽住鼻子走，見到親人就想行埋去，見到怪獸就想掉頭走。貪愛、恐懼、眷戀，每一次起心動念都會將你推向輪迴嘅深淵。當呢14日嘅幻境慢慢落幕，法性中陰宣告結束，中陰身嘅旅程就會踏入第20幾日。由呢一刻開始，情況會急速惡化。之前你嘅意識仲係輕飄飄，可以周圍飛，但慢慢你會覺得自己越來越重，好似俾人灌滿咗鹽水咁，一種前所未有嘅孤兒感、無依無靠嘅漂泊感，會瘋狂湧上心頭，就好似一個就快浸死嘅人，想拼命捉住一條水泡，又好似一個流浪漢喺狂風暴雨入面，想揾一個有瓦遮頭嘅安樂窩。你嘅業力開始發揮作用，逼住你去揾下一個肉身投胎。就喺你最無助、最想揾個地方匿埋嘅時候，你嘅眼前會由上而下垂直降下6條唔同顏色嘅光，每一條光都代表住一個全新嘅歸宿，亦即係傳說中嘅6道輪迴。如果而家擺低呢6條光喺你面前，憑直覺，你會俾邊一隻色吸引？好多人由細到大睇戲或者聽長輩講故仔，都有一種根深蒂固嘅印象，覺得人死咗之後要去地府見閻羅王。閻羅王會坐喺大堂上面，打開本生死冊，計下你生前做咗幾多件好事，幾多件壞事，然後判你上天堂，定係落18層地獄。所以你會以為，點解有啲人下一世會飛黃騰達，有啲人就要做牛做馬，全部都係閻羅王批俾你嘅。但其實西藏生死書同最深層嘅佛法話俾我哋知，根本就冇呢場審判，揀邊條路從來都唔係閻羅王話事。真正嘅審判官由頭到尾都係你自己。當中陰身嘅旅程行到去第21日之後，嗰種浮游、無根、無依無靠嘅孤獨感，會將你嘅意識逼到去一個瘋狂嘅臨界點。你會極度渴望揾一個殼捐入去，揾一個可以落腳嘅屋企。呢種渴望比你生前任何一次肚餓想揾嘢食，或者天寒地凍想揾張被冚，都要強烈1萬倍。就喺你最迷茫嘅時候，6道輪迴嘅大門就會以6種唔同顏色嘅光打開喺你面前，每一種色都代表住一個全新嘅歸宿，亦都對應住一種特定嘅業力同心念。
第一道係皎潔嘅白光，代表天道，純淨、柔和，散發住清靜同自在嘅氣息。第二道係陰沉嘅黑光，代表阿修羅道，冰冷、肅殺，裏面充滿住爭鬥同憎恨。第三道係溫暖嘅黃光，代表人道，唔算好耀眼，但平易近人，帶住人間煙火嘅溫潤同執著。第四道係暗淡嘅綠光，代表畜生道，權特、念囚，代表住愚癡同盲從。第五道係妖艷嘅紅光，代表餓鬼道，極度誘人但又帶住熾熱，象徵住貪婪同匱乏。第六道係暗沉嘅紫光，代表地劫道，陰冷、恐怖，充滿住極端嘅惡意同痛苦。呢六道光並唔係好似吸塵機咁強行將你吸走。佛學入面有個詞語叫業力牽引，聽落好遠，其實講穿咗就係頻率共振，就好似磁石吸鐵粉咁簡單。你個心係咩頻率，你就會自動同邊一隻色嘅光對上線。就好似以前做開走私水貨生意嘅趙生咁，趙生呢個人成世人嘅宗旨就係錢，為咗賺錢，佢咩都可以呃，咩都可以買，賺幾多都覺得唔夠，內心永遠都有個填唔滿嘅窿。當呢六條光出現喺趙生面前，佢對純淨嘅白光毫無感覺，佢嘅目光瞬間就被嗰道妖艷嘅紅光攝住咗。點解？因為喺被貪念蒙蔽嘅意識裏面，嗰道紅光閃閃發亮，好似一座金山，又好似無數嘅鑽石珠寶。佢順住紅光望過去，幻覺令佢見到一戶超級富豪屋企，滿屋金銀，衣食無憂。趙生個心即刻動咗，如果我投胎去呢度，下半世咪印印腳，唔使再捱。就係呢一絲強烈嘅貪念升起，一股無法抗拒嘅吸力，瞬間將佢嘅意識扯入去，佢連反應都嚟唔切，已經跌咗落代表貪婪無底洞嘅餓鬼道。佢以為自己無向金山，點知係跌入一個永遠食唔飽、永遠口渴嘅深淵。又好似以前喺小巴站做站頭嘅周伯，周伯出名脾氣臭，唔輸得，下下要憎迎人，一句說話唔啱聽就可以反台，個心裏面全部都係好鬥嘅戾氣。當六條光出現，周伯望住嗰條陰沉肅殺嘅黑光，居然覺得莫名其妙咁興奮。佢順住黑光望入去，見到裏面有好多人打緊交，爭緊地盤。佢嗰種好鬥嘅本性即刻住晒火，覺得自己要衝入去大顯身手。結果佢一頭飛咗入阿修羅道，生生世世都要喺無休止嘅爭鬥同怨恨入面度過。而對於我哋絕大多數嘅普通人嚟講，我哋成世人有做過善事，亦有過私心，有愛，亦有放唔低嘅執念，所以我哋多數會俾嗰度溫暖似曾相識嘅黃光吸引，就好似一生樂善好施嘅李婆婆。李婆婆成世人幫過好多人，積落好多福報。當六道光芒出現，佢本來已經行近代表天道嘅白光，眼睇就快可以升天享福，但偏偏喺臨踩入去嗰一刻，佢突然諗起自己生前養開嗰隻三色貓。佢心諗：哎呀，我走咗，隻貓冇人餵點算？天氣凍，佢識唔識自己搵窿匿？就係呢一念掛肩，一絲對世間生命嘅眷戀升起，眼前嘅白光瞬間消散，取而代之嘅係代表人道嘅黃光將佢包圍。李婆婆最終因為一份愛嘅執念，被黃光牽引，再次投生到一個普通家庭，繼續做一個凡人，經歷生老病死。至於嗰啲生前渾渾噩噩，分唔清是非黑白，人云亦云嘅人，就會俾群毒嘅綠光吸引，跌入畜生道。而嗰啲做盡傷天害理之事，內心極度黑暗嘅人，就會同暗沉嘅紫光產生共鳴，直墜地極道。當你嘅意識順住自己嘅業力，被吸入某一個母體子宮嗰一刻，呢49日嘅中陰旅程就正式拉下帷幕。新嘅生命喺母體入面開始孕育，而你喺呢49日裏面經歷過嘅極致恐懼、誘惑、神魔大戰，以及你做過嘅所有抉擇，全部都會被一股無形嘅力量徹底洗走，就好似黑板上面嘅字俾人畫得一乾二淨咁，深深埋藏喺意識嘅最底層。當你再次擘大眼，喊出第一聲，你已經嚟到一個全新嘅世界，開啟咗一場全新嘅輪迴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長舒一口氣，心入面暗諗：呼，原來中陰身同輪迴都係死後49日先發生嘅事。我而家仲生勾勾，呢啲嘢離我仲好遠，唔使驚住啦。如果我話俾你知，
你呢個想法係大錯特錯呢？其實所謂嘅中陰根本就唔係死亡之後嘅專利。而家呢一秒坐喺度聽緊我講嘢嘅你，其實已經身處喺中陰裏面，而且每日都經歷緊無數次嘅生死輪迴。你又信唔信？好多人聽完六道輪迴同業力牽引嘅法則，就算覺得好震撼，潛意識入面依然會有一絲憐憫嘅。好彩呢啲都係死後先發生嘅事，我而家仲生勾勾，呢啲嘢離我仲好遠啊！如果你都係咁諗，咁我就要狠心啲點破你啦。喺佛學最深層嘅智慧入面，中陰呢兩個字從來都唔係死亡嘅專屬代名詞。中陰拆開理解，中就係中間，陰就係過渡。中陰嘅真正意思係一個間隙，一個由舊狀態過渡去新狀態之間嘅灰色地帶。生同死之間固然係一個大嘅中陰，但你每日瞓住同睡醒之間係咪一個中陰？你開心同唔開心之間又係咪一個中陰？甚至乎我哋可以講得再徹底啲，喺你活着嘅每一個瞬間，每一次起心動念，你都經歷緊無數個微細嘅活中陰。你每日其實都喺六道輪迴入面穿梭緊幾十次，只係你自己從來冇察覺到。唔信，我哋攞日常最普通嘅生活嚟做例子，試下回想一個畫面：朝早返工，你本來已經好趕時間，企喺月台度等車，突然之間有個大叔斯斯然咁行埋嚟，一句聲都唔出就硬生生打尖，攝咗喺你前面。嗰一刻，你個心嘅一聲，一股無名火直衝上腦，你覺得好唔公平，覺得呢個人好冇文化。呢個就係你情緒嘅本能反應，係你過往業力嘅反射。但係由你個心生出憤怒，到你真係擘大口用粗口鬧佢，甚至出手推佢，呢兩個動作之間其實係有一個極度短暫嘅停頓位嘅，可能只有1秒鐘，甚至0點幾秒。呢一個微小嘅停頓位就係你人生嘅中陰間隙。如果你喺呢個間隙入面毫無知覺，任由股怒火兼住個鼻走，衝口而出同佢開火，結果係點？你哋喺月台度互鬧，甚至喐手，最後搞到要報警，連工都返唔到，成個朝早嘅心情徹底玩完。呢個時候，你嘅意識已經被代表阿修羅道嘅黑光牽引咗，你已經跌咗入無休止嘅爭鬥同親恨入面。但如果你能喺嗰1秒鐘嘅中陰間隙裏面突然之間醒覺呢，你睇到自己嘅憤怒，你喺心入面同自己講：哦，原來我而家好嬲，但係為咗一個唔識嘅路人甲去破壞我自己成朝早嘅平靜，值唔值得？當你生出呢一份覺察，嗰股原本要爆發出嚟嘅業力瞬間就會消散。你微微一笑，退後一步，你冇被業力牽引，你喺呢一個微小嘅輪迴入面解脫咗。我哋再舉另一個例子，周末你行街，行過一間名牌鋪頭，對窗入面擺住一個限量版嘅手袋，又或者係一隻好名貴嘅手錶，你一眼望埋去，個心即刻囉囉亂，生出一股好強烈嘅佔有欲。如果我擁有佢，啲朋友一定會好衰無我。呢個係慾望嘅本能，由你生起呢種貪念，到你真係行入去攞張信用卡出嚟奪，中間同樣有一個猶豫嘅瞬間。呢個瞬間又係一個中陰間隙。如果你被貪婪蒙蔽，覺得買咗佢就可以填補內心嘅空虛，你不惜碌爆卡，增落一身卡數都要買返屋企。咁喺嗰一刻，你其實已經被代表餓鬼道嘅妖艷紅光吸咗入去，陷入咗對物質永遠無法滿足嘅匱乏感之中。但如果你喺攞張卡出嚟之前嗰1秒鐘停一停，你問下自己：我係咪真係需要佢？定係我只係被虛榮心驅使？當你看清呢個慾望嘅本質，你放返張卡入銀包，轉身行出鋪頭，嗰一刻，你再次喺貪念嘅中陰入面全身而退。講到呢度，你明明西藏生死書入面講嗰49日中陰環境，到底係咩一回事？嗰啲喺你死後摸向你嘅兇猛怪獸，根本就係你朝早喺月台度嗰股不受控制嘅怒火，嗰啲引誘你跌入輪迴嘅妖艷光芒，正正就係你平時行街嗰陣無法克制嘅貪慾。49日嘅死亡中陰根本就唔係一場全新嘅考試，佢只不過係將你平時每日做緊嘅選擇，你嘅起心動念，用全息投影嘅方式放大1萬倍播放出嚟之嘛。死亡從來都唔係一個獨立嘅事件，而係你生前所有心念同行為嘅終極總結。好多人成日話想修行，走去深山度打坐，
或者喺屋企每日對住個佛像係咁念經，但一出門口遇到塞車就即刻狂揼車頭狂爆粗，一見到人哋發達個心就酸溜溜。如果一個人活着嘅時候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情緒同慾望拖住走，喺日常微小嘅中陰間激入面完全做唔到主，咁你點可能旨意當四大崩解、生死交關嗰種極度痛苦同恐懼周嚟嗰陣，你突然之間會變得無比清醒，仲可以氣定神閒咁認得出嗰度冇明光。呢個係痴人說夢。所以所謂嘅命數，所謂嘅輪迴，從來都唔係一個遠在天邊嘅玄學概念，佢就喺你而家呢一刻，喺你每一次發脾氣、每一次生悶氣、每一次覺得貪心、每一次覺得放唔低嘅間隙裏面，你點樣度過你嘅每一日，你就會點樣度過你嘅死亡。既然我哋每日嘅生活就係一場最真實嘅中陰演習，咁我哋到底要點樣做，先可以喺呢個處處都係誘惑、處處都係爛人爛事嘅煙火人間入面，做一個清醒嘅發夢人？點樣先可以借住呢個間隙去徹底改寫自己嘅命運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但亦都好難，就係4個字：守住個心。佛學有一句說話叫生死本是一場大夢。我哋生前日日掛喺口唇邊嘅功名利祿、恩怨情仇、經歷嘅悲歡離合，全部都喺呢場大夢入面嘅幻影。而死後所經歷嘅中陰環境、六道輪迴，同樣只不過係另一場夢入面嘅景象。我哋每個人其實都係一個發緊夢嘅人，喺夢入面貧無，喺夢入面執住，喺夢入面痛哭流涕，經歷住一次又一次嘅生離死別。好多人以為所謂嘅修行就係要剃個光頭入深山老林裏面避世，日日對住幅牆打坐念經，咩都唔理。其實呢種想法係對修行最大嘅誤解。真正嘅修行從來都唔係要你逃避呢個人間，而係要你喺呢個充滿煙火氣、充滿爛人爛事嘅大夢入面，做一個清醒嘅發夢人。點樣先算清醒？就係要學識去關照你嘅每一個起心動念。當有人拿掟你，怒火直衝上腦嗰一刻，你唔好急住爆發，你試下抽離少少，就好似企喺自己身後望住自己咁，睇住嗰股怒氣點樣喺心口升起。當你見到人哋發達，心入面酸溜溜，生出嫉妒嗰一刻，你亦都睇住嗰份嫉妒點樣蔓延。你唔需要去壓抑呢啲情緒，你只需要喺嗰個極度短暫嘅中陰間隙裏面，清清楚楚咁睇住佢哋。只要你睇到，你就唔會盲目咁俾佢哋拖住走。呢個停頓，呢一份覺察，就係切斷業力、劍刃銳利嘅一把刀。玄學界成日都有人講改名，教人擺下風水陣，帶下水晶，燒下衣紙，以為咁樣就可以逢凶化吉。但其實玄學同命數講到尾，從來都只係一套叫你睇清自己嘅工具，從來唔係叫你迷信宿命。你嘅命運根本唔係寫喺閻羅王本生死冊上面，而係由你無數次起心動念、無數次喺間隙入面嘅選擇加埋一齊嘅總和。當你每一次都由得自己發脾氣，你就係為自己種落阿修羅道嘅因。當你每一次都克制唔住貪念，你就係將自己推向餓鬼道嘅心弦。但相反，只要你能夠喺嗰1秒鐘嘅間隙入面守住內心嘅平靜，退一步，放低一次，你嘅命運就已經喺嗰1秒鐘徹底改寫咗。你點樣度過活着嘅每一日，你就會點樣度過你死亡嘅那一刻。當你能喺生勾勾嘅時候，喺無數微小嘅中陰間隙入面守得住本真，唔俾情緒勒索，唔俾慾望綁架，咁當死亡嘅鐘聲真正敲響，4大元素崩解，意識徹底脫離肉身嗰一刻，你絕對唔會再跌入無盡嘅恐懼同環境裏面，因為嗰個時候嘅你已經習慣咗清醒。當嗰度比正午太陽猛烈1萬倍嘅冇明光喺虛空之中亮起，你唔會再覺得刺眼，亦唔會嚇到掉頭走。你會一眼就認出，原來呢束咁靚、咁溫暖嘅光芒根本就係你自己最原本嘅模樣。你會心平氣和咁行埋去，同佢融為一體，讓靈魂回歸最純淨嘅虛無，從此跳出輪迴嘅桎梏，得到真正嘅大解脫。講到呢度，西藏生死書為期49日嘅中陰旅程，我哋已經行完啦。呢場旅程聽落好似好玄妙，但其實處處都指向我哋當下嘅人生。而家我想請你合埋雙眼，幻想一下，如果呢一刻你已經甩開咗肉身，身處喺嗰49日嘅中陰環境入面，憑你對自己嘅了解，你覺得你最先會見到啲咩？
係慈悲嘅菩薩帶住滿天佛光向你招手，定係內心嘅恐懼化成青面獠牙嘅怪獸喺背後追住你？又或者係某一個你成世人都放唔低嘅熟悉背影喺迷霧入面慢慢浮現？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，或者最掛住嘅一個人，寫出嚟，面對佢個心就會鬆啲，執念亦會少一分。如果呢期節目俾到你一啲啟發，記得點讚訂閱呢個頻道。修行路上，我哋慢慢行，下期見。